Hello， 歡迎大家再次嚟到 Hindora Living 喜多生活嘅 channel， 我係 Doris。我知道好多朋友喺減藥嘅時候都遇到非常之多嘅困難，而呢啲困難好多時候都係要我哋大家獨自去面對嘅。就算講俾其他人知，佢哋都未必太明白究竟係發生緊乜嘢一回事。所以今次嘅廣東話冥想，我就為大家準備咗喺減藥路上溫柔咁樣陪伴自己。而家請你揾一個舒服嘅姿勢坐低，雙腳踏實地面，又或者瞓喺度都得。慢慢合埋雙眼，深深咁呼一口氣，慢慢呼出，再一次呼氣，吸氣，慢慢呼氣，吸氣。你而家正行緊一條屬於你自己嘅路。減藥唔係比賽，唔需要快，更加唔需要同其他人比較。每一個步伐都代表你嘅勇氣。如果你身體又唔舒服，又如果情緒有起伏，請你唔好怪責自己。呢啲感覺只係轉變之中嘅過程。就好似天氣轉季，有時有風，有時會有雨。將你嘅注意力帶返去呼吸，慢慢呼氣，慢慢吸氣。慢慢好好享受下呼吸。呼氣嘅時候，你對自己講：我願意慢慢嚟。吸氣嘅時候，你對自己講：我願意溫柔對待自己。再重複一次，呼氣，我願意慢慢嚟。吸氣，我願意溫柔對待自己。保持呼吸。想像你面前有一道柔和嘅光，呢道光代表支持，各人嘅支持，家人嘅支持，宇宙嘅支持，最重要嘅係你自己內在嘅力量嘅支持。
哋從來都唔係一個人㗎，好多好多唔同嘅力量都支持緊你。將你嘅手慢慢放喺心口嘅位置，慢慢感受心跳。呢個心跳一直都喺度為你努力，你整個身體都不停喺度努力緊，支持緊你嘅身體，所有嘅細胞都仲喺度支持緊你，支持緊你嘅心跳，你嘅呼吸。我哋不妨同自己講，我哋淨係慢慢咁樣康復緊啊！我哋要有信心，允許自己有高有低。我哋要相信，我哋值得耐心對待。如果今日只係做到一小步，都已經足夠啦。減藥係一條學習信任身體嘅路。你嘅身體比你想象中聰明，喺呼吸嘅同時，我哋就感受下你身體所有細胞都一路同你一齊努力緊，保持慢慢呼氣，慢慢吸氣。最後，深深吸一口氣，慢慢呼出。我哋感謝自己願意面對，亦都好好感謝自己從來都冇放棄。非常之感謝自己，感謝自己全身嘅細胞，各種能量。當你準備好嘅時候，我哋輕輕打開雙眼。係啊，你仍然喺度，而且你已經做得好好啦。多謝大家再次嚟到 Hindora Living 嘅廣東話引導冥想，希望下次再同大家見面啦。Thank you so much. See you next time.